收看大师新8点档《梦乡》。照我的意思，我的白情吼，绝对袂用生饲娘甲阿妹知影。你若唔答应，你即马就随转去，安怎？好啦，我袂讲。喂，先生娘今日心情哪会遮尔歹吼？我知，可能是因为我老爸无伫个吧。莫想遐济，我陪你去买菜。是你家讲不要去哦，到时你莫我烤油，我要食酸啊。太好就讲。酸也是走袂去，不然是一碗，今仔变2碗。我知哦，你哦。你同我来码头看有较鲜的鱼啊，无吼？对啊，是来找阿海。找阿海创啥？我有代志要问伊啊。什么代志啊？我甲你讲哦，昨去阮兜甲我讲哦，伊有一个真介意的查某囡仔哦。你讲有介意查某囡仔？对啊。伊昨毋是甲你相亲，相亲到一半，人就头选去啊。就是伊有介意查某囡仔，毋是来偷选伊。迄个查某囡仔像啊？我嘛毋知，昨就讲我一半无结果啊。咱怎来问伊？好。行。喂，他等你啦。阿妹。
准的，请较准的哦。嘿啊，差伤济啦，不，较快。啊免看啦，你讲包我的头，啊，等你是我洗巴的是死啊你啦！包位拢会使包，头壳莫甲我包啦，包久会冻风嘞。是我人啦吼，来啦，怎啦？好叫恁丢人吧。哦，啊，还有什么啊？啊，家己有意见。我袂讲啊。阿爸，啊袂啦，迄若互阿妹听着，我甲你避面哦。避面，莫避面啦！哎呀，恁新娘仔来啊啦！你讲我袂讲？哎，嗨，你头前呢？阿妹，你哪有袂讲啊？歹势啦！因咧叫你呢。哎，遐人啊多吼，我看咱叫来边仔问好无？好啊。阿妹啊，我有囝要互你啊，阿妹。阿妹啊！今个看咱拢无要插我。你讲徛在咩？我叫啦！紧啦！走去啦！啊，是要用啥啦？人都无要插我，要哪用啊？你是讲我的哦？人俗语你讲啦，梁高梁，风高风啦，稳固的吼是高档王啦。啊，人是千金小姐呢，你要摕什么新娘甲人配啦？我看吼，我是雄啊！啊，红花孝心的是安怎？哎呀，你把你爱叫啊？哎呀，你讲我袂讲，你别直接甲你避面咯。啊，就真正咧你讲讲。哎呀，啊后边都伫咧叫你啊，这阿弟啊无？嗨啊，不然去啦。来啊。阿爸，阿妹真正咧叫我呢。叫你就唔进去，啊你袂无生靠你哦。好。啊，无我来去哦。进去啦！看，真正是天公疼憨人啦。互恁阿孝想着啊啦。莫讲啊啦，互恁安尼哦，拍拿两者是用的啦。若是讲正经的哦，我哪唔敢想啦。多谢啦。这尾椅啊，互你坐两哇，这多贵哦！嗨啊，喂，啊我有无？你也要啊？等下我再聊你啦。你偏心啦！我甲阿妹拢是你的好朋友呢，你唔免讲就有。好，我过来讨教有啊。大细事，无公平啦！好啊，甲你讲生出来啦，袂晓生气哦。袂啦，我哪会生气？春秋啊，你若真正要哦，我等下掠2尾大尾互你。免啦，我一个人大，敢免食遐济。真对啊，你哦，你想要创伫海啊？哎，对海啊，你昨讲个代志讲一半呢。啊。安尼啦，这秘密的代志，我等下讲，我伤济啦，咱来一边讲。我看你要创啥？行。哦。嗨啊，进来啊！哎，海啊，进来。趁这嘛无人，你紧讲，你敢会知影到底啥？喂，你紧讲啦！讲啊！无啦。啥物无？按昨暝甲我讲你介一个查囡仔，啥人啊？你讲啊，啥人啊？嗨，紧讲啦！我啥人啊？紧讲啊！介意的查某囡仔就是啥？就是你阿妹啦。嗨啊！你竟然介意阿妹，是安怎去甲别人相亲啦？哎呀，你甲讲生笑哦？
有听到无啊？海啊！海啊！我最后搁问你一遍，你是毋是甲我讲生笑？阿妹，海，阿妹，我讲的话拢是真的，我介意的人是你，我绝对无讲耍笑啦。阿妹，阿妹，阿妹，快点啦！阿妹啊！阿妹，阿妹再见啦！阿妹，阿妹，你再见啦！阿妹，阿妹，你是安怎啦？我甲你要怎，我你先等一下。阿妹，等你啦！阿海忽然中间表达伊的情意，使得阿梅感觉真不安，也感觉真惊赢。阿梅一直拢是将阿海当作是上介好的朋友，除了友情以外，伊甲阿海中间是毋是也阁有其他的情分？阿梅毋知影，也从来毋捌去想过。伫个迄个淳朴的时代，爱情大约啊，就是安尼，亲像拄孵出来婴仔共款，遐尼纯真，遐尼青涩。迄是1959年的热天，离阿梅甲阿海少年时代头一届熟识的日子，拄啊好15年。高囡仔，啊恁爸伫迄边等你等规半晡，啊你走来遮咧顾阮哦？啊啦，伊阿妹仔遐伊踢着铁棒，有分无啦？无啊，看，你家己有搁甲我讨？啊你是毋是搁踢着铁棒啊？那是你家己爱，你搁甲我抢？莫甲我激啊遐尔啊伤重啦！我甲你讲，我比你较伤重啦。但迄阿 Q 啊，家己啊，要来做我的新妇，你无爱，啊偏偏要爱一个爱袂着的。迄阿 Q 啊，逐工煮迄猪脚面线互咱食，你无爱，啊偏偏来逼恁爸哦爱食你的猪油饭。歹势啊，难道迄猪油已经无啊？你若真正爱食面线，我用南沙互你食。啊，你要杀迄面线，啊敢有猪脚？无，啊敢有麻油？阿妈遐功夫，啊上届无哦，迄蒜头嘛爱落去啃一下芳咧。咱少想啦。啊上届无你嘛爱甲我拌一寡大油，啊葱仔煮甲我放一寡。
我已经决定了。若阿梅若无接受我吼，我就甲伊当做朋友就好啊，其他拢莫想啦。有气没？咱土海人吼，喜掠有就有啦，掠无就无啦，无啥物见效的啦。有志气。天地遐尼大吼，我就唔相信恁爸安尼也无出脱啦。啊，点起恁爸面头前，啊，你还讲恁爸？你搁拍我的头！啊，拍你！阿爸，安尼伤我！哎呦喂！哦，啊，你还甲要演做啊你啊？啊好，够死啦！蛋毛，你蛋毛，够死啦！蛋毛，我走，死啊狗，你莫好念，死啊狗，莫好念。好，看你少年，好，你别跟你拼，哦，死啦你哦，啊，死老狗，啊，巴肚足疼。可能笑了伤大声啦，啊，即摆不倒腰甲会疼了。阿爸，咱厝内电话哪关关啊？啊，你有保持什么味无？我有，搁有迄蒜头落欠香的。爆死啊！我猪骹面线。王伯啊，你转来啊！猪骹面线水好啦，等一下吼。王伯啊，你是安怎啦？身体无爽快哦？这厝内面哦，开始欠一个新妇啦。天公伯啊，你着互我小参详者，互我做一摆报马啊！阿桥啊，海也伫外面啦，伊今日要找阿妹啊，去趁着铁帮啦，你出去甲看卖啊！你食无？猪骹面线。我伊查某囡仔就是你阿梅啦。大菜，老师，我看吼，因暗就点才困啊。是，遮尔欢喜是咧创啥？有机会会当在老师的身躯边学一寡物件，我当然欢喜啊。甘安尼？我也无啥物哦，会当互恁少年仔通好学的。大菜呐，你若真是有心，你都要家己去找求的。阿梅这个囡仔，平常时是真乖巧、真温顺，啊，不过伊嘛是真有个性，伊做代志哦，拢有伊家己的看法，所以有当时啊，你嘛要小可
老师，你的意思是？我真希望恁两个人会当做伙。阿妹若是会当嫁互你，你一定会得到永欢。我的日子剩无偌久啊，会当替阿妹所做的，也不过是这件代志尔。大师，阿妹，我著交代互你。 一定会替我好好照顾。我知，多谢老师。来照他啊！阿爸有一寡代志吼，想要甲你参详一下。什么代志？阿妹啊，你今年几岁啊？哦，阿爸，我今年几岁拢袂记啊。我今年21岁。你看，这条破链是我旧年20岁生日你送我，你袂记啊？你什么时阵？你学甲做这个啦？你讲啥？你是讲煮菜啦？嘿啊。我唔知什么时阵，都足久啊，我也袂记啊。阿爸，你若问我这款代志，我就想讲，猪吧，你哪知影要放偌济豆油，要放偌济盐？这做伙会知影，而且吼，这豆油甲盐甲放一寡吼，甲新鲜的吼，这都去炒偌芳的呢。阿爸，你若是要学煮菜者？无，我无落来，我都。阿爸，你若真正要学吼，我甲你教足紧的，保证你马上会晓煮。免，我查某人的代志，我学袂晓。阿爸，我咧讲笑的，你若真正要做，我也唔敢甲你教。我老母讲吼，煮饭、洗衫、带囡仔是查某人的代志，查甫人袂使做。恁老母讲啊真对啊，你是咧笑啥？我是常常去想阮老母讲这样代志。阮老母讲吼，阮老母讲吼，若有啥物物件吼，要互阿爸知影，藏咧灶骹吼，阿爸知即世人拢找。你敢有啥物件藏咧灶骹，无我知影呢？无啦，你甲伊讲笑的。安尼哦。后盖有闲哦，我就要来检查一下。欢迎，阿爸，你若有兴趣吼，欢迎你随时来检查。我来讲笑。阿爸，我来炒两下青菜吼，小等下再食饭。对啊，阿爸，你毋是讲有代志要甲我讲？本来是想讲，甲恁阿母啊参详好势了后，就叫伊来甲你讲啦。阿爸，但是啥物代志这么慎重啊？阿妹啊，阿爸就想要知影，你即马敢有介意的对象？无啦，阿爸，你问我这啦。阿爸是在想讲吼，即马就甲你嫁出去，阿爸有足唔甘呢。阿爸，我也无讲我要嫁，你哪安尼讲啦？戆囡仔咧，男大就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你嘛袂细汉啊。恁母伫你这年岁吼，你孩仔就已经生出来，所以你的婚事阁袂当拖落去啦。吼，阿爸若是看到你嫁一个好翁，我才会放心，知无？我知。啊，若是讲吼，你若是无反对，你甲大山的婚事就紧办办咧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
产的婚事就紧办办咧。啊，是安怎？我不爱啦。啊，是安怎不爱？嗯？你讲啊！我不是要结婚啊。哦，别讲，若要讲就讲一个靠好的理由啦。紧讲啊！阿爸，你是安尼变叫我结婚的？我无想要结婚，而且我甲即马……莫讲啊！你若对阿爸安排无满意吼，你会直接讲出来，我带你免叫你。啊，不过你的婚事，我也袂当互你拖落去啦。阿爸，你是安尼伫要逼我结婚啊？免问遐多啦，什么原因吼？你以后自然会知影。阿爸，莫讲啊！这件代志也不是决定，好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那些回，这红的花，这红的花，我送你所有的花，一定嘛是这红的，亲像红红花。亲像花，我啥？敢讲，我安尼替你的查某囝所做的决定。敢唔对呢？若无，我所留的花，哪会是那些？我送，我送，我送。
记得我。来，生啊，来坐。是。食饭阿爸。有去叫恁阿母，阿母搁咧困，我唔敢吵。食的时阵唔食，困的时阵唔困，身体哪会好起来啦？阿爸，我来盘汤。哦，来，生，来吃。变菜饭啦。哪会啦？遮尔青草，哪会讲无菜？我来看阿母醒。哦，好啊。你敢知影？咱饲的狗啊，有时阵会拍无去，煞来就找无啊。老师，哪突然间问这个问题？我伫日本读医科的时阵，有一个教授捌对我讲过一个故事。伊讲啊，狗啊是有灵性，甲人是有感情。这只狗啊，伊若老啊，破病啊，伊就知影伊家己活无偌久的时阵，伊就会偷偷去找一个人找无的所在，甲伊秘起来。伊甘愿用家己一个孤孤单单安尼面对死亡，伊也无愿意叫爱伊、疼惜伊的人来替伊伤心。大山啊，老师，若要叫我亲像一只狗安尼离开阮某，离开阿妹，
做袂到，我也毋敢。不过至少，我希望我若死了后，对我的思念是会当愈少愈好。我了解，所以老师才会无想要让新新娘知影。足奇怪的想法吼。唉，我颠倒希望家己吼，都亲像一只狗安尼啦。过去吼，去找一房拢找无的所在避去。真可惜，我做袂到，我也无迄个勇气去做。是啦，我实在是无迄个勇气。老师。我一世人哦，大概都是安尼啊啦。我做代志哦是破人的，明明应该去做的代志，我却无迄个勇气去做。明明有一套真进步的思想，啊，不过家己就目交目睭安尼，愈来愈保守啦。无管连家己后生嘛看我袂起，我连一只狗仔都不如。老师，你相信我，木村兄绝对袂看你无起，伊家己嘛知影，你所做的一切拢是为着伊好啊。你免安慰我，十二年啊啦，伊都甘愿写批互阿梅，写批互因老母。都毋捌写到半张批互我，木村心内伫咧想啥物，我哪会毋知影呢？木村哦，简单都唔肯原谅我，这是我上大的遗憾。大山，若有一天哦。拄着无村，我拜托你，甲讲一声。你甲讲吼，哦，毋对啦，因老爸是一个真保守、真反动的人，啊，毋过因老爸哦是一个旧时代、旧社会的人，莫对伊叫认罪。因老爸伫咧死的之前。不过是毋茫做一只狗啊，一只袂去伤害人的狗啊，安尼尔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哦，这汤仔咧甜蜜蜜啦，啊，迄莲藕哦，啊加起来我口口叫，这莲藕汤是有影赞啊！阿舅啊，啊敢无爱出来食一碗？免啦，你两个食就好啊啦。哎，出无偌济呢，要若无我是要出哦。我想讲的，你是袂着呀，啊都无啊个，爸，哦，安尼食规暗的。阿舅啊，哦，无你是哦，春晚要互阮爸仔囝活活丢死的哟。啊对啦，啊我哪内底吼有花莲糕啦，啊你要食无？花莲糕。对啊，包红豆的哦，花莲藕汤哦上拄啊好啦，哼。好啦，食足饱啦你。足甜。是讲哦，啊，即马搁食迄花莲糕，受影较勉强啦。食迄哦，这巴肚毋知会卡咩物。袂要紧啦，啊为着吼我的花莲糕嘛要一地安尔，啊你两个拢要食吼嘛无够啊。
月过写足水的，唔知影原场是要伫想啥哦。阿海啊，你敢知影原场是要伫想啥？我知，伊也无甲我讲啊。你若唔知哦，你就是戆大呆。阿舅啊，多谢呢。多谢啥？你甲阮兜饼啊，尼啊清气，啊，搁煮遐尼啊青草物件，阮食，实在足感激的。我无爱你感激我，你若感激我，安尼就表示讲你甲我当作是青云人。我无希望你甲我当作是青云人。袂啦。好啊啦，咱莫讲这啊。阿海啊，你是去找阿妹，你讲安怎？甲你讲啊，你故意说唔甲我讲话，啥拢唔插。你敢试试嘛？你一定袂死心的，对无？好啊，安尼真好啊！行啦，你吼带我去看恁兜的船啦。我刚才知影吼，恁兜有一只船，也毋过吼，我一直毋知倒一只呢。啊，你帮我看好无？安尼吼，等以后我若远看到恁的船，我就会当伫咧港边仔甲恁拍招呼啊。阿 Q 啊，你哪会对我遐尔好咧？我这个人也无啥物好处，你哪会去介意着我啦？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我这个人也无啥物好处，你哪会去介意着我啦？你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应该足侪人甲你追求的啊！啊，你要拣的查甫的，应该嘛足侪的啊！你哪会偏偏去拣着我啦？阿 Q 啊，讲实在的，甲别人比起来，我真正配你袂起。啊，你对我遐尼啊好，我真正嘛承担袂起。但是，你为什么要安尼做咧？阿海啊，你先听我讲一个故事好无？你敢会记得，在228的时阵，军队来咱渔港掠人，你伫海边啊，有救一个查某囡仔，你一直甲牵，一直甲牵，牵到一个防空壕，你叫迄个查某囡仔紧闭入去。伊等伊闭入去了后，已经安全了，你才离开。阿海啊，迄个查某囡仔就是我。后来我阿公伊伫咧哭。也毋过后来，我无哭，我伫目睭紧紧咧看，我看你的鱼啊，愈行愈远，愈
行愈远。其实迄个时阵，你嘛甲我同款，拢咧找家己的亲人。我咧找我的爸爸妈妈，你咧找你的阿爸。迄当初你阁遐尔细汉，也毋过你足勇敢的，还阁知影爱心保护我。由迄个时阵开始，你的形影就永远拢记伫我的心肝内啊。后来，我知影你叫做阿海啊，阿海啊，这个名，嘛永远拢记伫我的心肝内。这是我心内的秘密，我拢无甲人讲过，就连阮阿母嘛毋知影。这2天哦，我拢走去恁兜啊，阮阿母伊心内疼惜我，因为嘛我袂见笑，也毋过我才袂管。因为我知影，不管你要娶我，袂娶我，迄拢无重要。上重要的是，有一个叫做阿海的查甫囡仔，我救过我的命。这个运情，我决定要用一世人来还。系啊，我甲我的秘密拢讲，互你知影，你袂当甲别人讲哦。恁到的阵吼，咱另间再去看啦吼，再见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一生一切。啥物话讲介绍查囡仔，啥人啊？我介意的查某囡仔就是啊，就是你阿梅啦。我讲的话拢是真的，我介意的人是你，我绝对无讲耍笑啦。啊，是嘞，有甲你惊到无？无啦。你哪才早就起来？我一向拢足早起床的。你咧？我看你的面色，敢若困了无啥好的款呢，是毋是？我会走甲穿早顿。阿梅，啥物代志？无啦。阿梅，到底啥物代志？我想要甲你开讲，毋知影。大山兄，我想要甲你讲，真侪代志是别当勉强的。虽然是阮阿爸叫我嫁予你，也毋过这嘛毋是我的本意啊。我看咱是袂幸福。
早就起来？我就困袂去啊。安尼哦，安尼我传一个早顿互你食。妹啊，啊？阿爸昨甲你讲的代志，你考虑过安怎？无问题啊。啊？即摆已经无问题啊。是安怎讲？人大山遐，伊是甲阮叫我做月小妹，也无阮叫我倒去听嫁。有这款代志？嗯。迄是大山你甲你讲的。差不多啦。啊，这要哪有可能啦？正经的啦，唔相信你去问伊。阿妹啊，你即嘛是咧比啥物网？网。你当到有网？当到，当到干？啊，你是咧骂大山好成啊？哦，阿爸，我无讲，是你讲的哦。啊。哎呀，阿爸，你真个足好看呢。阿爸，你哦，要较接笑的。最近拢记一个苦闺蜜哦，害我都唔敢甲你讲呢。阿妹啊，亲像你这样巧的查某囡仔哦，做阮的查某囝，实在是我甲你阿母的福气。我有这个感觉。阿爸，我真正要跟你讲。嘿，等，哦，头拄我甲你讲的代志，煞有咧乌龙蛇都蛇到都无看啊呢。什么代志？你甲大山的代志啊，即嘛到底有啥物情形啊？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人大山遐是讲叫我做伊小妹，也无叫我做伊某啊。像你个少年啊，是安怎？变来变去，啥拢无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大山，老师，啊你是安怎啦？答应我的代志哦，哪有搁反悔啊？你是讲阿妹的代志？是啊。阿妹是想甲你讲啥物啊？若无你若突然间就改变主意啊？我。阿爸，大山遐，先啉一下茶吼，等下袂使食饭啊。阿妹啊，我甲大山来讲代志吼，啊你先出去。哦。阿爸，食饭哦。大山啊，你紧讲啊。老师，下晡我有班，等下食饱，我会先转去台南一逝。你的止痛药啊嘛用完啊，我会想煞搁甲你申请淡薄啊。明仔载等我转来时阵，我会将遐止痛药啊甲你送过来。哎呦，我都唔是问这啊。头拄个问题你还袂回答我。无啦，其实伫后来我想想的，也是甲阿梅做朋友就好了。阿梅伊将我当作阿兄，我嘛将伊当作是我的小妹，安尼就一样尔。哦，你即嘛是咧胡白讲啥啦？大山，我是希望你会当娶阿梅，我是要将阿梅一世人的幸福交互你呢，啊！你即嘛是讲较土味气啦。哎，你是有啥物代志咧骗我？老师，我只不过是希望讲，会当有淡薄仔时间，互我甲阿梅会当好好考虑一下。问题是讲，我已经无时间通等落去啊。老师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拜托你莫甲我勉强好无？你老实甲我讲，是毋是阿梅有甲你讲啥物？
老师，其实男女嫁出来代志，本来就袂当伤过勉强。阿梅若无迄个意思，你就莫逼伊啦。照阿梅个性哦，就算讲要逼伊，迄嘛是无效啦。敢讲，伊是哪一种介意的人啊？阿梅的态度，遐尔坚定呢。嗨啊，算是。阿妹啊，你几落工无去鱼市啊？这鱼仔互你。嗨啊。这鱼仔偌济钱2块半。 ？2块半。免啦，免钱啦。免钱啊？嗯。好啊，规定这鱼仔是恁家己掠。嗯。嗨啊！什么？你还要走啊？无要怎？你无像我当你的朋友啊？无啦，哪有啦？你嘛阁是我的朋友啊。我真是无信。阿妹啊，我永远拢是你的朋友啦。你讲的哦。咱永远是好朋友对吧？好朋友哦。阿梅，大先生，你要转去来啊？你会使送我去车头无？无要紧啦，你若无闲，我家己来去就会使。大先生，我看无是我送你来就好啊。真是的，你敢行会开？嗨啊！啊，你有啥物代志无？无啊。无代志啊？安尼无拜托你遐甲我摕去灶骹者好无？大先生，等我一下，我去牵车哈。来，大先生。我来。你甲我载啊？好啊。阿梅，确定啊？咱若到车头的时阵吼，我再请你食冰水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
我嘴家啊，酒卖啉啊啦，好落网啊！啥是歪水鸡啊？啊，大家加咱两个尔，还阁有啥？人个歪嘴家是爱食好米啦，啊，等你啥去食着香蕉皮啊？你较掂的哦，老无避免哦。避免？哼，因要饲你甲遮大汉哦，就当等你要来甲我避免啦。来啊！唔敢，嘿，歪嘴鸡就是歪嘴鸡。嘿，我是你老爸呢。退个！说你袂个怕。嘛是一个真好的朋友。安怎？啊，你原来迄个感觉啊，吼。哎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
我讲你边，哦，行。阿梅啊，你是安怎啦？你还叫出来，我定来保赢呢。为了我去钓，你到底啥代志啊？你紧讲啊！是毋是为了阿海代志啊？好，你不爱讲，我等去钓苗。这条。啥物代志啊？我。没讲啊哈。你看你的嘴，翘甲拢会使钓3过2吧？哇，即摆会使钓5斤啊啦！钓几斤，我你要钓几吧？好啦，哎呦，到底啥代志？你紧讲嘛！我实在感觉足烦的。哎呀，你是在烦啥啦？我嘛海啊！哎，我就知啊，一定啊，甲海有关系。安怎？迄天海啊，甲你讲迄啊话，你感觉安怎？其实吼，我甲海啊，自细汉算啊大汉，我拢嘛将伊当作敢若朋友来尔。我嘛无想遐济啊。伊敢甲我讲遐话哦，害我煞毋知要安怎。啊，你是讲你介意，甲咱做普通的朋友，这样要进一步发展，是拢免讲啊。你嘛捌当生啥物病？你啥会做魔鬼？其实老师得着我教，即马已经是忘记啊。啊，是咧甲啥会唱哈？哈，写曲哦。天光不甘起床，不愿将梦下长，梦中声声句句，问你敢有想我？